Hello，我係 JK，有咩想問我盡力答你。朋友想送禮，問我花旗參要點揀啊？其實好簡單，唔好揀樣，揀最合適嘅。點為之最適合？以送禮為例，炮心最貴，越細粒越矜貴，香港人特別鍾意。北方人偏好長枝，江浙一帶就鍾意半長枝。唔同產地有咩分別啊？美國花旗參聞落好香，食落甘苦，皺紋又多又深，有華紋、樹紋。樹紋其實係冷藏之後陰乾脫水造成，為咗將心入面嘅澱粉轉化，帶出強烈嘅鮮苦後甜。因為產地土壤肥沃偏黑，加工時通常會留一層薄泥喺面，所以顏色偏灰暗。咁加拿大參同國產參呢？加拿大參淡黃，大枝又飽滿，聞落清香，回甘少而短暫。國產東北西洋參表面非常光滑，顏色偏黃白，冇回甘，亦冇樹紋。咁邊種花旗參皂苷含量多啲先？加拿大人參協會測試證實，人參皂苷含量同外形無關，反而生長年期會有影響。例如4年參會多過3年參，而同一年嘅參，不論大細，入面嘅成分都係差唔多，反而參鬚同參枝含量仲比主幹更高。有冇花旗參食療好介紹啊？呢兩款湯茶滋陰補氣，最適合冬季滋補。如果答到你嘅疑問，記得 like 同 share 呢條片俾你朋友啊！